我们现在是在金安寺，可以看到这里的香火是非常旺盛的，吸引来了众多的信徒来这里虔诚烧香拜佛。有很多信众呢，他们将钱币扔进金安寺的宝塔里面，以期望自己的愿望能够成真。哦，俾佢食啊嘛！你要買佢，唔可以雞肉買雞股嘅雞，得到咯，得到嗰啲咯，咁你係為二十嗰啲就冇咯，係話好在，係好。